镜头来到花莲，马太安溪的房山湖已经解除红色警戒，不过也是爱继续监测。也那另外一个新的房山湖，这预测伊的扣水量是有95万立方公尺，万不伊若是放弃，这水尾水位恐惊是提悬9公分。水利署按算伫咧一礼拜内要贴悬临时报函，有防大水流出来。透过空气监测花莲马太安溪房山湖，16世纪上新的跳水量是33万立方公尺，虽然维持常态警戒，也毋过袂当收获的是，旧的一路口倒换，还阁有大约1亿立方公尺的土沙堆积伫报面。未来万一发生大水雨，还是地动，可能会造成遍布决东，搁一摆塌伫河道。它如果再下到那个极端的降雨情况，有可能也会形成新的淹塞湖，或者是有可能会直接就是土沙会往下移，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。那据房山湖暗藏风险，13新形成的房山湖3监测的跳水量是15万立方公尺，依照极端情形假设房山湖3，那伫1点钟放寒会产生每秒80立方公尺的大水流量，可能会予水尾大满爆旱河大断面，也都是明流村水位压悬9公分。水利署有计要伫1礼拜内将临时爆旱提升到5公尺。除了官方单位动员防疫游，当地复原工作也继续咧进行。今日在面的公园通往明利村的道路已经清出一条路，予当地区会当通行。也毋过暂时无开放一般民众通行，已经伫16抽通。为着鼓励大家在后积极复原，当地也挂上红布条啊，写着“明利村加油”。道路是差不多了，初步的审查它的程度之后，我们才可以整理那个受灾户的家园。并在后复原的也阁有枫林、长桥里。当地真侪居民的徛街，涂骹又沿弄怪怪的寸步难行，还靠国军斗相共将落瓜梅清出外。有居民摕黑菇喷雾术，身体无爽快，又往爱设法整理家园。担心家里面了。煮饭的地方在这一带，在这一带可以走了。我差一点都昏倒了，因为本身就是自己也是家境很好的嘛。就看到这个情景。方面领导表示，针对灾民所需要食的物件，公所会指引便当，收容所也会继续开设，让居民会当安置。居民只希望一类事件唔通够发生，才袂让复原的工作去了了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